11节的感动时刻。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到屏东，一块来品尝的是美味的客家花生糖。这地点呢是在嘉东，嘉东的赖家花生糖相当的有名，如今已经是传统的客家产业了，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了。一样是用木材来煮花生，用手工来制作，所以口感非常的独特，不粘牙，要求严谨，传承100年的古早味。今天我们带您一块来品尝。每天用古窑烧柴火，赖家花生糖坚持纯手工，完全依照祖传3代的古法制作。花生糖要美味，赖客定选用的是嘉义北港的特级花生，粒粒饱满。对啊，我们都用好的，就比较均匀。传承100年的客家花生糖完全不粘牙，所以麦芽糖的比例很重要。滚烫的花生还得要细细挑选，严格把关，因为这些颜色比较深的花生可能含有黄曲毒素。就是把一些我刚刚没有挑到的坏掉的，把它再筛选出来，因为它坏掉的本身的颜色会跟里面的颜色不太一样。担心对人体有害，所以一颗一颗仔细盯着瞧，重视商誉，诉求健康，所以让传承3代的老招牌屹立不摇。因为坏的是本身它比较有可能有黄曲毒素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来。除了仔细又细心，搅拌花生糖的过程分秒必争。夏天温度高，汗流浃背，它还是扛下家传美味。因为一般外面都用瓦斯，瓦斯的火是属于比较硬，我们烧木材的火是比较柔一点的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焦香味，就这样所以我们就从我爷爷到现在，我们都坚持用木材在烧，就是比较有它那种传统的味道了。不怕累，靠着客家应景精神，倘若小店远近驰名。我渣都有些模糊，还会变金色的，现在颜色又变了。变成了比较金黄色的，渐渐就闻到花生香了。粘度焦味刚刚好之后，再倒入磨盘，让它自然冷却成为块状，这样才能变成外软内脆的花生糖。说它纯手工还真的不夸张，因为连切块都很传统。用老祖宗留下的器具传承家业，整个制作过程完全不加任何香料跟防腐剂。金黄花生伴随绵密的焦糖香味，不但不粘牙，还能越吃越顺口。赖克定坚持走自己的路，他说绝对不能让老味道失传。大个头的花生翻炒飘香，黄澄澄的麦芽滴滴甜蜜。3代传人土窑烧柴，客家精神坚韧刻苦，汗珠滴下的温度，保存亘古不变的感动时刻。